再來看嘉義市警方佇咧巡邏的時呢，發現有人是安尼駛車未知，一個要甲查，結果對方煞隨浪港去，過程當中佫去弄着3台車。後手這警方是佇咧車頂去敲着毒品，也佫有電子煙，照毒品規劃防制條例等等，甲現行犯抓起來上班。吊車將受損的車輛吊起來，車原本好好佇停車場內底，說好吃盜駛車的人弄到。附近在時啊，準備要出門的民眾看到現場的狀況，攏感覺真嚇。將來都唔怕呢。從那邊衝進來。對。從那邊衝進來，還沒衝。嘉義市警方佇29半暝巡邏的時陣，經過北港路甲中興路的路口，發現一台車駛佇車道頂面無啥穩，準備要砸車檢查的時陣，車主毋若及早配合，擱駛車來逃走。過程中，佫去弄到停車場內底的車，才互警方來抓到。無險拒絕受檢並駕車逃逸，過程中擦撞3部停放車輛後逃逸至香河里拉後方 KTV 停車場。警方隨即上前處置，並於現場查獲疑似依托米紙煙彈1顆及電子加熱棒1支。警方表示，88年次的駕駛經過毒品快篩，有呈現陽性反應。警方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甲接盜駛車的公共危險罪現行犯，甲嫌犯移送嘉義地檢署來偵辦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